錢作怪，澳門賭場又上演金錢糾紛。當配馬變咗搶馬，究竟係借貸陷阱太深，定係賭徒心態作祟？三名貴利佬面對嘅指控，又係咪足以震懾到其他同類事件？一名非本地年輕人喺澳門賭場向三名內地男子借貸賭博，雙方用配馬形式各出資40萬港元籌碼，但賭客贏錢就要俾2成利息。當賭客輸剩30萬，覺得唔合理上庭，對方唔肯。情急之下，賭客竟然搶走咗貴利29萬嘅配馬，引發咗爭執。最後司警介入，拘捕咗3名涉嫌不法借貸嘅內地男子。據稱事主被抽取咗5萬港元利息，司警亦都喺嫌犯身上檢獲涉案財物。你哋睇呢一種配馬玩法，係咪根本就係變相高利貸？如果賭場唔監管好，係咪會令更多人跌入錢銀陷阱？對於呢單嘢，你會點樣形容個賭客同埋班貴利？邊個更可樂？一齊嚟傾下。